后来目前全世界已经有超过2000万人来为着新冠病毒，不管是确诊也或是死亡的人数，美国也是全世界上济国家。美国即摆平均每天也是有超过1000人因为新冠病毒来死亡。 依照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，美国永远是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确诊数甲死亡人数上济的国家。不过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用最新的资料显示，讲当地新冠病毒每一天平均患着人数为7月份一天平均有65000人，已经降到49100人。是讲死亡人数平均每天依然超过1000人。为了加速筛检，美国 FDA 批准喙内的采检法，只要采集疑似感染者的喙内3点钟后，就会使知影讲敢是确诊。 专家讲，不管什么款的检测法，拢有风险。We need to lean on prevention, and that's making sure everyone's wearing a mask, washing their hands, and watching their distance from others. 世界卫生组织嘛，呼吁全世界要学习甲新冠病毒共存，佮警告少年人唔通无要无紧。少年人共款的被为着，共款的伫胃病了变成重症，甚至会死亡。The epidemic is changing. People in their 20s, 30s, and 40s. Are increasingly driving its spread. Many are unaware they're infected. 所以讲，这款的情形，和这个病毒为何抵抗力较弱的人，像讲老年人还是病人，包括长期接受照护的人，感染风险就变较悬，并且讲这唔那是疫情搁发生，而且是亚太疫情进入新阶段的现象。